烦恼箱子，赵美子绘本，春熙。哎呀，因为担心的事情太多而烦恼，这样一来又有了新的烦恼。蜥蜴猪猪总是有很多烦恼，最近连笑容都很少见了。老虎小虎想帮猪猪找一个让心情变好的办法。猪猪，过来一下。小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这是什么箱子啊？把你的烦恼都装进去吧。这些全是我的烦恼。哇，烦恼堆得像山一样啊！小虎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猪猪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们把烦恼箱子扔得远远的。小虎把猪猪的烦恼箱子放在了巨大的弹弓上，烦恼箱子飞到了远处。猪猪，怎么样？看起来变小了吧？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小虎和猪猪把烦恼箱子装饰了起来。猪猪，怎么样？看起来不一样吧？烦恼箱子轻轻地摇晃着。猪猪，有时候就先把它放在那儿吧，然后想想别的事情，比如看看别的地方。有时候啊，一瞬间就会消失不见哦，就像这样。这次轮到猪猪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还有这样，猪猪，有些烦恼箱子说不定一句话就能让它消失。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也是。我可以的。我爱你。结束啦。现在要不要试试更厉害的办法？小虎叫来了魔术师。变，消失吧！嘿！怎么还在这里呀？猪猪轻轻敲了敲烦恼箱子，小虎歪着头说：有时候也会有不消失的情况啦。既不变小也不变样，还不消失的烦恼箱子该怎么办呢？猪猪和小虎陷入了沉思。你们俩在做什么呀？路过的狮子小布问道。我们在讨论猪猪的烦恼。那我也一起聊聊吧。小布猛地跳起来，坐到了箱子上。在这时候，烦恼箱子噗的一声被压扁了。猪猪和小虎一下子睁大了眼睛。猪猪和小虎也跳起来，坐在了箱子上。哇，都是好主意。还有，真的太感谢啦！猪猪不再烦恼，开心地笑啦。